上騎馬沙灘漫步，唔使去到外國嘅，喺深圳就有得騎啦。呢個地方係位於深圳市東部海濱葵涌鎮嘅玫瑰海岸嘅。呢個地方唔少情侶結婚嘅人士都會嚟呢度影下相、打下卡咁樣嘅。嚟呢度騎下馬、影下相、打下卡，超下又一日。仲想揾多個地方超下，可以嚟呢一間餐廳，有一個大拱門，一入到去有一種好 relax、好外國嘅感覺。重點當然佢又喺海邊啦，咁又可以超下、影下相、打下卡咁樣啦。而唔夠皮，仲可以去呢間 Nice 嘅咖啡店，外面嘅落地玻璃泳池打卡位十足，店外同埋店內嘅設計都行簡約風，感覺好 relax， 最啱飲咖啡。呢度啲咖啡杯杯都好特別，呢杯冥府之路，哇 very special。呢部盧盧電單車喺街邊見過幾次噶啦，我懷疑有得租啊，又幾靚。食飽可以入少少去大鵬區揸下越野車體驗下，唔知係咪郊區啲鵝都特別親民，好得意啊！夜晚可以去大鵬區嘅網紅餐廳食下嘢，呢一間餐廳唔接受預約，想坐靚位就要早少少，4點鐘左右嚟到攞位啦。呢度嘅打卡位就係呢個圓形拱門藝術品，再加埋日落食飯，望住佢食飯係幾正嘅。呢間別野餐廳晏晝可以睇佢海景，夜晚可以食佢隻脆皮雞，哇！隻雞正啊！放假諗唔到去邊玩，等我 Linus 拉住你，馬上去玩。完。